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看《列王纪上》的第10章。示巴的女王听见所罗门因为上主的名所得到的名声，就来要用难题甲伊考。伊带真侪人神来到耶路撒冷，阁有骆驼载香料、真侪黄金甲宝石。伊见所罗门的时，就将心内所有难题甲伊问。所罗门照伊所问的一一甲伊回答，无一项困难甲王袂晓应。示巴女王见识到所罗门所有的智慧，看到伊起的宫殿、桌顶的食物、摆列坐地的人神、跟随服侍的奴仆，甲伊的衣服，以及饮酒的奴仆，佮看到伊伫上主的圣殿所献的烧化祭，就规个人拢硬去。示巴女王是来自于阿拉伯半岛的也门，大约是在这个地方。那有人认为这个女王是阿拉伯人，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女王呢是黑人。那她要来到见所罗门这一段路呢，大约是2200公里左右。那2200公里的路程呢？因为我们在经文当中看见他们是用骆驼驮着香料，所以呢，这一段路程呢，不是搭船，不是航运，而是用陆路的方式来到耶路撒冷。除了香料、黄金、宝石。2200公里的路程呢，那这一趟陆路呢，大概要费时上月，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抵达。那但是女王来访，为什么来呢？第一节提到她是因为听到所罗门的名声。那原文当中是耶和华的名，所罗门的名声。两个词哦。但是呢，在翻译当中，就是所罗门因为上主的名所得到的名声。那就是谁的名声比较大呢？那就是虽然是所罗门的名传出去，但是是因为上主的名在所罗门的身上，让所罗门的名声可以传到阿拉伯半岛，到示巴女王的耳中。那示巴女王呢？显然是要来踢馆的，因为她把她心中所有的问题，那这些问题呢，可能不只是加减乘除、天文地理，可能跟商业，因为前面第9章就有提到所罗门的航海造船，以及他怎么样来集中黄金，然后他怎么样来建造宫殿。那在第10章，我们也看到示巴女王所观察的。不仅是他的智慧，包括他所建筑的宫殿、王宫，他桌上的食物，跟随他的群臣、势力的仆人，他们的衣服，他们的酒政，以及所罗门在圣殿里面的献祭。那这个献祭呢，在第5节的原文，有说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。不过，台阶好，如果有这么讲究的话，好也是很好，好，但是这里应该是指所罗门在上帝面前的慷慨的奉献，那就诧异的神不守舍，好，那台语说鬼狼都昂起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示巴女王她的灵呢没有在她的里面，好，就是灵魂出窍，好，但是我们说灵魂出窍，好像是去梦游，好，去神游。但是就是用神不守舍来形容，就是说哇，他整个都被愣住了。第6节，示巴女王就对王讲：我伫阮本国所听到你的事迹，甲你的智慧，拢是真的。本来我唔信遐个话，到我亲目看到才相信。人甲我讲的也无事实的一半。你的智慧甲你的富足，超过我所听到的。你的部属真有福气，你的人神真有福气，因不时伫你的面前听你智慧的话。上主，你的上帝应该受称赞，伊意爱你，互你坐以色列的王位，因为上主永远听以色列，所以选立你，
做王，互你通秉公行义。示巴女王好就要来踢馆不成，好反而吓到神不守舍，灵魂出窍。那他说出了大白话，好真心话第6节，就是呢他所听到的，好风闻有你今天呢终于亲眼见你，而且他发现所罗门的智慧呢是可以应用在各样子的难题上。因为示巴女王她成为一个女王，自然要处理解决很多的问题，就好像一开始所罗门当王，上帝在他的智慧在所罗门的身上，也就是要来解决百姓的问题。所以列王纪上的第3章，所罗门求智慧，就是求善于了解的心，能够明察秋毫。那现在示巴女王说，她本来不相信，她亲眼看见，所以她发现她听到的呢，其实只有她看到的一半。好，所以呢，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。那就是意思是说，真的眼见为凭。好，有时候我们需要亲自的去看，去了解，比我们从外面听闻的呢，好能够更加的感受到。那第8节呢，好说你的人是有福的，好，那但是呢，其实是译本或是其他的译本说你的后妃是有福的，哦，那这个有福的呢，它的用法比较像八福，哦，就是 hoki 啦，你的人，哦，很有福气耶，你的人，或是很有福气耶，你的后妃。好，但也因为这样的抄本呢，好让人认为呢，这个示巴女王神不守舍，好，她很羡慕是所罗门的后妃，好，所以就会有穿凿附会，说这个示巴女王嫁给所罗门，还跟他生了孩子，好，那生出来的孩子还称为非洲伊索比亚好的国王，好，那这都没有圣经的根据。好，那但是第8节有74译本的翻译是你的后妃是有福的。好，那但是呢，示巴女王的有福的意思是说，他们能够常常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，所以很有福气。好，那这是示巴女王在圣经当中的重点，好，不是要嫁给他。第9节，而且呢，示巴女王也知道所罗门的智慧名声是来自于耶和华的名啊，所以列王记呢，把这一切还是归根于是神的名，好，与所罗门同在，让所罗门能够有智慧、有名声，好，能够让示巴女王好心服口服。所以示巴女王也说神是应当称颂，神喜悦所罗门，使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位，而且呢，秉公行义。好，那我相信示巴女王她很 care 的，在意的就是她如何在国家当中能够秉公行义，好，能够行公义、好怜悯。第10节，示巴女王将大约4000公斤的金、真侪香料、甲宝石送给王。钱到担毋捌有人亲像示巴女王送遐侪香料给所罗门王。希兰下船对俄妃运金来，搁带真侪淡香茶甲宝石来。王因这的淡香茶做上主的殿，甲王宫的栏杆，嘛为唱歌的人做琴甲瑟。前到搭毋捌有人看见遐侪淡香茶运来。所罗门因真侪礼物送示巴女王，以外阁照女王所喜爱、所要求的，拢送予伊。女王甲伊的人神就倒去因本国。那示巴女王心服口服，好，也知道这一切是上帝的作为。那她也很有诚意的，好，要来踢馆的，好，那把4000公斤的黄金啊，好，120他连得，好，4000公斤，好，骆驼要多少只的骆驼才有办法载这么多呢？好，那这个数字呢，在第9章14节同样出现了，就是西兰给所罗门有4000公斤的黄金，那他得到什么呢？西兰王，好，就是在推罗的西兰王，他得到了20座城，花了20年的时间。但是呢，这个示巴女王不晓得来多久，
他却是把这个4000公斤呢，就大方的送给所罗门，还有香料。好，那特别还提到说，从来没有人送这么多的香料。好，因为这个香料呢，好，可能是在阿拉伯，有可能是因为那边好，他们可以跟附近的地区交易、买卖、航海，好所换来的。对于好在耶路撒冷、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讲，这些东西是非常的稀少、稀有的。那在11节又再次提到西兰的船只哦，好，又继续送黄金，好，那还送了什么呢？檀香木和宝石。好，那这檀香木呢，好，主要呢生长在印度，而且它长的速度很慢，好，但是它呢质地非常的坚硬哦，好，所以呢做器材、做栏杆、好，做台阶，好，在历代志下呢是翻译做成台阶，在列王记是翻成做成栏杆，但是呢也可以做琴和瑟，好，做乐器，而且同样也从来没有送过这么多的檀香木，好，所以这里是有示巴女王送的香料这么多，还有西兰的船从俄斐好送来的黄金，还有檀香木也是从来没有人送的这么多。好，那但是呢，最后13节又回到示巴女王的身上，就是所罗门除了照自己的后裔馈赠示巴女王，凡示巴女王所提出一切的要求，所罗门都送给她。好，那到底送什么不晓得。好，直到示巴女王很高兴，好心满意足，才和她的臣仆回到示巴。示巴，好，那在我们的旧约有个地名叫做别示巴，好，所以这个示巴的意思跟别示巴的示巴好一样，好，都是指七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的七。还有示巴呢，好，也叫做示约，好，所以别示巴就是7个井，或是呢誓约之井呢。好，那这个国家好，不论是叫七或是叫誓约，好，但是呢，好，在这个当中，好，圣经里面，因为一个国王跟一个女王，好，两个人在一起，好，那就会有很多的遐想的空间哦，好，但这都不是圣经要给我们的一个重点哦。今天的金句在第10章的第8节，列伯秀经有福气，列人行经有福气。因不时伫列面前听你智慧的话。我们看见所罗门，他的智慧不是放在床底下、斗底下，不是隐藏起来，他的智慧名声传出去，是因为神的名，而且他的智慧是能够真的解决问题，不论是国家的治理，或是外交，或是贸易，或是建筑，或是航海，或是经济、金融等等。这些难题，好，因为这个示巴女王有太多的难题，可能也要考她数学，或是要考她诗棋书画，好，等等都有可能。但是所罗门都能够一一的回答，没有一个可以难得倒他。好，那可见呢，好所罗门的智慧是极大的。好，那重点还是示巴女王不是把一切的称赞归给所罗门，而是她称颂神，说啊。是神是应当称颂的第9节，好，因为神喜爱你，使你坐稳王位，使你能够秉公行义。我相信这也是示巴女王很有智慧，好要来求见所罗门的原因。所以我们可以思想，今天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智慧，不论是圣经、读经、祷告，好，我们学习神学、做神学，这些领受的智慧是成为知识、学问。还是呢，能够实际应用在我们的生活、学习、工作等等的管理治理上面呢？我们也祈祷，好，求主圣灵、真理的灵、圣灵保惠师，能够使我们所学习的真理知识，都能够成为容神益人的智慧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现在天父上帝，感谢你透过圣经当中的这一段插曲，让我们看见南方的示巴女王千里迢迢来见所罗门，是为要从风闻有你到亲眼见你。我们知道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，让我们能够寻求你，也渴慕你，求你将那属天的真理智慧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，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能够指引我们方向。更重要是让我们能够秉公行义，
能够来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